Escalation Manager 升級管理器簡介理論。升級係用於突出顯示或標記組織內某啲問題嘅過程，以便適當嘅人員可以對呢啲情況做出反應並監控解決方案。支持中心發生升級嘅原因有好多。升級管理系統允許組織識別、跟蹤、監控同管理需要提高意識同迅速採取行動嘅情況，主動同被動上報。升級流程可分為以下兩種類型。主動升級冇發生某啲事情並採取咗必要嘅措施嚟提高意識，例如 Vision Corporation 希望強制實施任何未完成任務必須喺5個工作日內關閉嘅規則。如果任務已打開4日，則會自動向被分派人發送一封電子郵件作為提醒。客戶冇抱怨並唔重要。業務規則監控器 Business Rules Monitor 用於主動提高意識。佢提供咗一個集中嘅位置嚟定義同定期監控你嘅規則。反應性升級發生咗一啲事情，必須根據情況採取必要嘅行動。例如 Vision Corporation 嘅客戶 Business World 抱怨1週前報告嘅硬件問題仍未完全修復。Vision Corporation 必須分配唔同嘅資源嚟立即處理此硬件問題。可以使用 Escalation Manager 手動分配 Escalation 資源。主動升級通常由 Business Rules Monitor 系統根據業務規則啟動，因此佢被視為自動升級。被動升級主要由一個人根據客戶需求發起，因此佢被視為手動升級。使用升級管理器 Escalation Manager 當需要上報任務或者服務請求 Service Request 時，通過為上報嘅項創建上報文檔，通過調用模塊啟動上報流程。任何員工都可以完成此創建過程。創建並保存 Escalation 文檔之後，如果需要，可以向其添加注釋或者任務。例如 Vision Corporation 嘅客戶支持代理 Lorraine Abbott 接到 Business World 嘅主要聯繫人 Andre Boley 嘅電話，詢問現有服務請求 Service Request 嘅解決方案唔滿意。Lorraine 可以通過創建升級文檔嚟查找同埋升級此請求。保存此 Escalation 文檔之後，佢可以根據需要為其附加注釋或者任務。訪問 Escalation Manager 喺 Escalation Manager 中導航。通常你將通過要升級嘅任務或服務請求 Service Request 嚟訪問 Escalation Manager。喺呢種情況之下，請首先搜索要升級嘅任務或者服務請求 Service Request， 然後使用以下導航路徑調用 Escalation Manager。從服務請求 Service Request 請求升級工具，從基於表單嘅任務管理器中嘅獨立任務管理升級工具，從與服務請求 Service Request 關聯嘅任務 Task Escalation 嘅工具。對於獨立嘅 Escalation Manager， 你可以以 CRM 管理員職責登錄，選擇 Task and Escalation Manager Manage Escalations， 或者你可以使用客戶支持職責提供嘅 Escalation Management Manage Escalations 選項。創建 Escalation 文檔，使用採升級採窗口中嘅以下步驟創建升級文檔。定義 Escalation 標頭信息，呢個包括 Customer、Escalation General、Escalation Owner 同埋 Summary 信息。指定參考文檔，使用 Escalation 窗口中嘅 Reference 選項卡輸入升級參考信息，呢個係為咗提供有關邊個服務請求 Service Request 任務或者缺陷，以升級或者係僅用於參考嘅詳細信息。識別聯繫人信息，使用 Escalation 升級窗口中嘅 Context 聯繫人選項卡輸入升級聯繫人信息，呢個係為咗提供 Escalation 文檔嘅相關資源信息。此外，你仲需要指定聯繫人係請求者定係要通知。你唔能夠喺 Audit 審計選項卡中輸入任何審計信息，只讀選項卡用於跟蹤升級更改歷史記錄信息。創建 Escalation 文檔，定義 Escalation 標題信息，你需要輸入以下 Escalation 標頭信息作為 Escalation 文檔嘅一部分。Customer Information， 呢個包括客戶名稱、帳號同埋位置。如果 Escalation Manager
係直接從要升級嘅服務請求 service request 或任務啟動嘅，則會自動填充客戶同埋升級嘅文檔，如任務或服務請求 service request 嘅信息，否則請手動輸入信息。Escalation General Information 呢個包括 escalation 編號、狀態、原因、開啟同關閉日期以及目標完成日期。你可以從值列表中選擇狀態代碼同原因代碼。保存 escalation 單據後，單據編號將自動填充到 number 字段中。Escalation Owner Information 升級所有者信息，呢個包括 escalation 級別同所有者名稱。等當 escalation 區域用於自動所有權分配時，先至會自動填充 escalation 區域信息。Escalation Summary Information 用於輸入升級文檔嘅描述信息、狀態、原因、升級級別同引用類型值信息列表，係喺實施過程中設置嘅。例如 Vision Corporation 嘅客戶支持代理 Lorraine Abbott 直接從佢喺 Service Request 窗口中為 Business World 揾到嘅服務請求 Service Request 編號9229創建上部文檔。客戶信息 Business World 及其帳號1000將自動填充。正如 Business World 嘅主要聯繫人 Andre Boley 抱怨硬件問題冇完全解決，並要求喺2007年5月21日之前修復佢。然後 Lorraine 相應地更新咗此上部文檔嘅上部原因，如不可接受嘅解決方案、狀態、正在工作、目標日期2007年5月21日、帳簿級別、級別1同埋摘要。定義 escalation 標頭信息，分配所有權。你可以通過以下方式將所有者分配俾上部文檔，自動分配。如果升級嘅原文檔包含喺區域中定義為升級資源嘅資源，則可以使用 Assignment Manager with Territory Assisted。Assignment 選項將所有者自動分配俾此文檔。例如，假設 Lorraine Abbott 係編號為9235嘅原始文檔嘅所有者，並且佢仲被分配到具有附加嘅升級資源 David Lewis 嘅區域。如果此請求已升級，則 David Lewis 將由 Escalation Territory 具有 Assisted Assignment 選項自動選取，手動分配。如果已升級嘅原始文檔唔包含區域，或者你希望通過升級區域覆蓋建議嘅升級資源，則可以從 LOV 中選擇所有者，或使用 Assignment Manager 協助選擇所有者。目前喺版本 12.0 中存在一個錯誤，記錄咗喺分配資源操作中唔會自動將區域分配俾升級文檔嘅事實。你可以手動將資源分配俾 Escalation 文檔，創建 Escalation 文檔，指定參考文檔 Reference Documents 選項卡，輸入升級標題信息後，如果未自動填充，則可以喺 Reference Document 選項卡中輸入所有相關文檔信息。只用此選項卡可提供有關已升級或者僅用於參考嘅服務請求 Service Request 或者任務嘅信息。選擇單據編號之後，單據詳細信息將自動填充。例如 Lorraine 直接通過需要上報嘅服務請求 Service Request 訪問 Escalation Manager， 因此參考類型 Escalation 文檔編號 Service Request 9229同文檔描述信息會自動填充。為咗向 Escalation 所有者或者任務受理人提供其他參考信息，如果稍後創建咗後續任務， Lorraine 喺此文檔中添加咗另一個服務請求 Service Request 編號5159。此請求詳細說明咗之前修復嘅類似硬件問題，佢使用唔同嘅引用類型 For Your Information 嚟指示此請求同已升級嘅項目相關，但僅用於參考目的，唔會升級。此外，跟進任務嘅被分派人或所有者可以通過雙擊鏈接嘅文檔編號直接打開呢兩個文檔。如果 Escalation 文檔包含多個參考文檔，並且所有參考文檔都具有 Escalation 參考類型，則此 Escalation 文檔將被視為客戶關係 Escalation。例如，如果請求編號5159亦都用於 Escalation，則 Escalation 文檔
編號11749，將有兩個請求創建 escalation 文檔，識別 contact 信息，聯繫人選項卡，選擇 context， 聯繫人選項卡以輸入升級嘅所有聯繫人、客戶或員工。指定聯繫人係請求者定係用於通知目的。例如 Lorraine 接到嚟自 Business World 嘅主要聯繫人 Cindy Miller 嘅電話，內容係關於問題再次發生。由於 Cindy 發起咗此請求，因此 Lorraine 隨後使用 Context 選項卡指定 Cindy Miller 係客戶聯繫人，亦都係此 escalation 嘅請求者。佢仲將自己添加為公司內部聯繫人、員工聯繫人類型，並選中 Notify通知覆選框，以接收有關此問題嘅通知。喺 Contact Point Type 聯繫點類型區域中，佢指示電子郵件地址。咁樣 Lorraine 將喺出現以下情況時收到通知：升級狀態已創建，升級狀態已經更改，升級級別已更改，升級目標日期已更改，升級所有者已更改。除咗上報文檔嘅所有者之外，其他收件人可能係上報文檔所有者嘅 HR 經理、上報對象、任務或服務請求 Service Request 嘅所有者，以及 Context 聯繫人。選項卡中選定嘅員工同客戶聯繫人喺 Context 選項卡中輸入所有必須嘅信息之後，單擊 Save 按鈕以完成此 Escalation 文檔，查看 Escalation 更改信息。Audit 選項卡如果要查看 Escalation 更改歷史記錄信息，可以選擇 Audit 選項卡以查看對 Escalation 文檔所做嘅所有更改。每次保存文檔時，對 Escalation 文檔嘅每次更新都會記錄喺此選項卡中。要跟蹤 Escalation 文檔更改歷史記錄信息，請使用水平滾動條查看所有更改記錄。繼續呢個例子。Lorraine Abbott 喺2007年6月21日為一個服務請求 Service Request 創建咗一個上報文檔，然後佢將自己指定為所有者。第二日，佢嘅經理將所有者從 Lorraine Abbott 換成咗 John Smith。呢個 Escalation 文檔嘅相應新舊所有者值顯示喺 Audit 選項卡中。當此文檔喺2007年6月22日關閉嘅時候，狀態更改。從正在到已關閉同埋關閉日期信息，亦會記錄喺此選項卡中。除咗更改日期同更改者信息之外，其他審計信息仲包括 Escalation 狀態、級別、原因、關閉日期、目標日期、所有者、Escalation 區域、客戶帳戶、位置同埋 Escalation 描述。附加任務。使用附加嘅任務記錄任何後續活動或升級嘅可能解決方案。為此，請先保存 Escalation 文檔，然後單擊 Escalation 文檔中嘅 Task 按鈕以啟動 Task Manager。喺前面嘅事例入邊，由於 Business World 係一個關鍵帳戶，因此 Lorraine 希望就此升級嘅服務請求 Service Request 設置一個狀態更新會議。因此，佢通過單擊 Task任務按鈕從升級文檔編號11762創建一個任務。原文檔 Escalations 原值11762，同所有者 David Lewis 字段嘅值將自動顯示。然後佢進入2007年6月25日至2007年6月27日嘅規劃會議日期，時長2個鐘頭。保存此任務後，佢關閉 Task Manager 並返回到 Escalation Manager， 將注釋附加到 Escalation 文檔。保存 Escalation 文檔之後，你仲可以通過單擊 Escalation 窗口中嘅 Notes 按鈕嚟啟動 Notes 模塊，從而將注釋附加到該文檔。例如喺上報文檔中 ，Lorraine Abbott 可以單擊 Notes 按鈕將其他信息附加到上報文檔。佢可以進入 Business World 嘅行車方向。由於呢個注釋係通過 Escalation Manager 創建嘅，因此 Source Document Escalation 同 number 11762字段嘅值會自動顯示。保存此注釋後，打開 Escalation 文檔並單擊 Notes 按鈕嘅用戶將睇到附加嘅注釋。
當此文檔嘅所有者或者該公司中嘅其他人想要跟進此上報時，佢或者可以喺 Notes 窗口中睇到 Lorraine 創建嘅注釋，以獲取前往 Business World 嘅行車路線，驗證 Escalation 信息。Escalation Manager 用於升級任務或文檔以解決問題，因此喺升級任務或服務請求 Service Request 後，此任務將具有與其關聯嘅升級信息。公司中嘅任何人都可以查看佢。例如，由於客戶抱怨進度緩慢， Lorraine 上報咗一個服務請求 Service Request 9233，同一個與此請求關聯嘅任務編號11752。稍後，另一位支持代理 Rhonda Abbott 想要檢查呢一請求嘅狀態，以響應客戶嘅查詢。佢可以從 Field Service 或 Customer Support 應用程序訪問該請求。當 Rhonda 查看 Escalation 字段，從 Never Escalated 更改為 Level 1時，佢能夠睇到呢一請求已由其登錄名指定嘅用戶升級。Rhonda 仲可以搜索 Escalation 文檔，以便為客戶提供更多信息。對於已升級嘅任務，Rhonda 仲可以喺 Task 選項卡嘅 Escalation 字段中睇到顯示嘅 Level 1，然後佢可以從 Task Manager 中搜索任務，或者從此請求中訪問 Task Escalation 文檔，以查看更多任務升級信息。管理Escalation。如果文檔或者任務之前已升級，則可以通過重新打開同一升級文檔，即使佢以 De-escalated 升級狀態關閉，或創建新嘅升級嚟進行任何未來嘅升級。例如，假設已升級嘅服務請求 Service Request 同已修復嘅計算機硬件問題相關聯，因此升級文檔已關閉。1週後，相同嘅硬件問題再次出現。為咗更好咁管理你嘅 Escalation 文檔，你可以重新打開已關閉嘅文檔，而唔係創建新嘅 Escalation。可以發送相同或新嘅資源嚟替換硬件設備。如果呢個係唔同嘅硬件問題，則可能需要創建新嘅 Escalation。要重新打開已關閉嘅 Escalation 文檔。對於 Service Request 或 Service Request 任務，請使用獨立嘅 Escalation Manager，並使用 Close Escalation 編號進行查詢。然後你可以更改級別同埋狀態。然後如果你重新查詢 Service Request 或 Service Request 任務，則可以睇到重新打開嘅 Escalation 文檔。